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台湾信众传授中观宝曼论，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在哪里能够利益众生，就将在哪里服务大众。第3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坚决反对中国当局对西藏转世制度的干涉。驻北美华人联络官出席中国建国70周年为主题的座谈会。西藏阿坝22岁僧人疑似在微信发文遭中共拘捕。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代表年度会议在达仁萨拉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台湾国际藏传佛教法脉总会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3日开始，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向台湾为首的61个国家的7500多名信众，传授了为期3天的中观宝曼论等妙法。10月5日上午，尊者在本次法会的最后一天，除了向信众传授瑜伽部的孔雀明王随许外，尊者谈到了推动宗教和谐与复兴古印度文明的重要性，并呼吁各界保护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尊者表示，我希望中国的矿产开发商们如果要在西藏开采矿产，请尽可能的减少对西藏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尊者还进一步谈到了保护西藏珍贵的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的强硬派官员将西藏人民保护和发扬西藏文化视为分裂行为，从而进行打压。因此，呼吁台湾和世界各国的信众和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士。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到了西藏境内藏人民众一直坚守非暴力的运动，并再度声明不追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尊者最后指出，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藏汉大团结，双方都能够真正的互相尊重与和解，那么藏人可以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中获益，而藏传佛教也可以为中国的数亿佛教徒服务，这是一个互惠双赢的方法。另外，在结束对台湾信众的弘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0月6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接见了第3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与会代表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全体公务人员。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接见会上，向与会各界人士给予教导的同时，称赞境内藏人在中国当局为消灭西藏民族的传统与身份所实施的一切政策前所表现出的顽强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敦促生活在自由国度中的流亡藏人要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做出贡献。尊者表示，如果每天冒着被捕和死亡威胁的境内藏人没有失去希望，那么我们流亡藏人也不能失去希望。我们必须一起利用我们在这里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来跟上他们。在达赖喇嘛尊者谈到返回西藏一事时强调，如果我能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利益大众，我将愿意待在那里，并指出将会继续观察中国的变革，慎重对待去中国和西藏的可能性。1969年，达赖喇嘛尊者曾公开指出，历经数百年的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与传承是否应该延续，应由西藏人民来决定。50年后的2019年10月3日，代表流亡民主3大支柱的西藏人民议会、最高法院和嘎夏，以及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340多名藏人申诉代表，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召开为期3天的第3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大会针对达赖喇嘛与西藏民众间不可分割的特殊关系，藏人行政中央的550愿景为主题，在经过为期3天的严格商议和讨论后，一致通过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方面的4项决议，重点声明600万境内外藏人民众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为了学艺西藏的教法兴盛与众生福祉而再度转世，继续眷顾西藏人民和芸芸众生，并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野蛮干涉。该决议强烈反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透过各种手段
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采取的控制措施，以及断然拒绝对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于2007年发布所谓的第5号令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阴谋。决议重点声明，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权利完全属于达赖喇嘛尊者本人以及达赖喇嘛办公室甘丹颇章相关负责人。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国家、政府、团体与个人都无权干涉。根据达赖喇嘛尊者历年来在许多场合强调，如果西藏问题没有获得解决，西藏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下一世达赖喇嘛将转世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但绝不会在中国占领的土地上转世。此外，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当天，由北京之声杂志社、中国民主党、民主中国阵线等中国民营团体共同主办的座谈会在华盛顿召开。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联络官茨城嘉措以100多名海外知名华人、中国民营人士和知识分子出席了会议。与会各界代表在座谈会上回顾了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70年里所汲取的教训、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前途、当前香港的动荡局势，以及中共对少数民族实施的镇压政策等话题进行了讨论。驻北美华人联络官茨城嘉措在座谈会上，除了介绍当前中国治藏政策以外，还呼吁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支持和了解互惠双赢的中间道路政策。接下来关注一则近期一名藏人因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而遭中国警方逮捕的消息。上月中旬，西藏安多阿巴地区一名22岁的僧人索南班丹疑似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表达对中国统治下藏语教育与使用情况的不满，遭中国警方带走，随后下落不明。据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发布的消息，索南班丹是在9月19号突然被当地警方从僧舍中强行带走，从此与外界失联，至今无法获悉被捕具体原因及关押地点。去第3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在达仁萨拉圆满闭幕后，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代表年度工作会议于10月7日在印北达仁萨拉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将讨论和审议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和藏人行政中央倡导的550愿景，以及驻外办事处的工作情况等。此次为期2天的驻外代表会议由外交与新闻部主办，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的2名秘书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的代表等参加。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开幕式上明确强调了本次会议的重点，将着重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倡导的550愿景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呼吁与会的驻外各国代表能够向各自所在国的流亡藏人民众传递会议精神。本次会议还将对藏人行政中央于2017年开始依次召开的550战略规划会议和550愿景青年论坛的成果、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的工作情况、上一次代表会议的后续行动规划、即将召开的国际支持西藏大会的相关情况，以及在联合国和世界平台上如何加大宣传和推动西藏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审议。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你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